封神名場面，陣妍希米蘭秀場英文採訪殺風，離婚後活成高知女神天花板，周柯宇盛讚太圈粉。2026年米蘭秋冬時裝周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全球時尚目光齊聚借助浪漫之都，各大奢侈品牌輪番登場，華語女星們也紛紛亮相秀場，爭奪時尚話語權。而在眾多亮相的藝人中，陣妍希的表現堪稱斷層出圈，沒有過度營銷的噱頭，沒有刻意營造的人設，更憑一場全程無腳本的英文採訪就刷屏全網，直接封神。標準地道的發音，流暢自如的表達，從容不迫的氣場，徹底打破了大眾對她甜美花瓶的固有印象，讓無數網友驚呼：原來沈佳宜的底色是高知女神。更值得一提的是，與她因追擊蝴蝶烈緣的搭檔周柯宇，也在社交平台隔空點讚，直言學霸姐姐真美。這份真誠互動，更為這場米蘭之行增添了幾分暖意。提及陣妍希，大多數人的第一印象，全是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裡那個紮着馬尾、笑容清甜的沈佳宜。這個角色讓她一戰成名，成為一代人心中的國民初戀，但也給她貼上了難以撕掉的甜美標籤。此後多年，無論他嘗試何種角色，涉足何種領域，都難以擺脫沈佳宜的光環，甚至曾因古裝造型爭議、婚姻生活的關注度，被外界質疑演技平平，只攰靠顏值。直到離婚後，陣妍希逐漸褪去家庭的束縛，將重心重新放回自我成長與事業發展上，才慢慢讓大眾看到了她標籤之下的另一面：清醒、獨立、有學識、有力量。而此次米蘭秀場的英文採訪，正是她多年積澱的一次完美爆發。此次陣妍希受邀出席米蘭時裝周多場重磅大秀，包括 Max Mara、Ferragamo、Giada 等多個奢侈品牌的秋冬新品發布會。作為華人女星的代表，她的每一次亮相都備受矚目。而真正讓她封神的是 Ferragamo 秀場後台的一場即興英文採訪。當時外媒記者隨機上前提問，沒有提前準備的腳本，沒有翻譯在場，全程由陣妍希獨自用英文應對。從品牌新品設計理念聊到時尚與演藝的融合，再到自身對美的理解，每一個問題都回答得邏輯清晰，措辭精準，絲毫沒有卡毒與生澀。從採訪視頻中可以看到，陣妍希身着 Ferragamo 綠刺繡紗裙，腰間的巨型蝴蝶裂點綴出溫柔氣質，標誌性的梨渦在鏡頭前若隱若現，卻絲毫沒有甜膩感，反而多了幾分成熟女性的優雅與從容。面對外媒拋出的如何理解 Ferragamo 本次地下酒吧加航海鉗織的設計靈感這一專業問題，他沒有泛泛而談，而是列合品牌歷史與自身審美，用流暢的英文娓娓道來。我認為這個系列完美融合了地下酒吧的浪漫與航海風格的自由，鉗織細節細膩溫暖，而深色系則彰顯出優雅與神秘，這正是菲拉格慕多年來鑽成的魅力。更令人驚艷的是他的發音，沒有絲毫中式英語的生硬，咬字清晰，語調自然，連讀、弱讀等細節處理得十分地道，甚至自帶一絲美式英語的柔和韻律，聽感舒適得被網友稱為耳朵吃了冰淇淋。有英語專業網友分析，陣妍希的英文發音接近母語者水平，詞彙量豐富且精準，尤其是在談論時尚領域的專業詞彙時，諸如 knitting texture、鉗織質感、silk fabric、燈絲面料、design philosophy、設計理念等，運用得心應手，可見其並非臨時突擊，而是長期積累的烈果。離婚後，我花了更多時間專注於自己，無論是事業還是生活。我認為女性最好的狀態是獨立而自信，熱愛自己所熱愛的，堅持自己所相信的。無論是拍戲還是來參加時裝周，我都在享受成長的過程。這番話不僅展現了她的高情商，更傳遞出一種清醒獨立的女性力量。沒有抱怨，沒有苟烈於過往，而是坦然接納人生的變化，將所有精力投入到自我提升中。這種通透與從容，正是她離婚後狀態越發耀眼的核心原因。採訪最後，記者稱讚她是最具氣質的華人女星之一，陣妍希則笑着回應：謝謝，這是很高的評價。我只是努力做自己，展現最真實的一面。
全程笑容溫和，眼神堅定，舉手投足間盡顯高知女性的底蘊與氣場，徹底打破了大眾對她柔弱甜美的固有認知。這場英文採訪視頻一經流出，迅速在全網發酵。相關話題陣妍希米蘭英文採訪封神陣妍希發音太標準了，陣妍希高知女神實隨接連衝上熱搜高位，閱讀量累計突破10億。網友們紛紛留言驚嘆，原來陣妍希這麼厲害，英文比很多科班出身的藝人都好。離婚後的她真的脫胎換骨，從甜美變成了氣場全開的高知姐姐，這才是真正的女神吧。有顏值、有學識、有底氣，被她的從容和自信圈粉了，比刻意營造的人設更動人。甚至有不少教育類賬號轉發了她的採訪片段，稱其發音能治聽力焦慮，堪稱藝人學英語的範本。很多人好奇陣妍希的英文為何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其實這並非偶然，而是源於她多年來的系統化國際教育與持續積累。據悉，陣妍希出身台北富裕家庭，父親是貿易公司總裁，從小就注重對她的國際化教育。初中畢業後，她便被送往美國加州私立西南中學讀高中。這段青少年時期的沉浸式學習，為她的語言能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高中畢業後，她更是憑借優異的成績考入全球頂尖的柏森斯設計學院攻讀服裝設計。1年後因志趣調整，轉學至全美 Top 25的南加利福尼亞大學 USC。2005年畢業時，她拿下了市場營銷學士學位及美術副修學位。在校期間成績斐然，曾在200人規模的市場營銷課程中奪得第1名。南加大毗鄰好萊塢，多元的文化環境進一步強化了她的跨文化溝通能力。大學期間，她旋活躍於戲劇社團，參與英文劇目演出，積累了豐富的口語表達經驗。校友侯佩岑曾公開提及，陣妍希因出眾的學術表現和親和力，成為校園風雲人物，被公認為南加大校花。除此之外，陣妍希的英文能力旋在專業領域得到了充分檢驗。2016年，她主演好萊塢電影《夏威夷之戀》，首次挑戰全英文對白表演，憑借出色的表現摘得第32屆洛杉磯亞太電影節最佳女主角。2013年發行的個人專輯《Me, Myself and I》中，10首歌詞全由她獨立完成英文創作，9首曲子3語譜曲，展現了她在語言與創作上的雙重天賦。此次米蘭秀場的英文採訪，只是她多年積累的一次自然流露，而這份學識與底氣，也讓她在秀場上的表現更加耀眼。除了 Ferragamo 的墨綠紗裙，陣妍希在米蘭船解鎖了多套風格迥異的造型，每一套都精準踩中時尚痛點，展現出多元的時尚表現力。在 Max Mara 大秀上，她身着淡粉色雙排扣西裝套裝，內搭米白馬甲宇宙紗短裙，硬挺的羊毛材質與輕盈的紗質形成碰撞，低飽和粉色調凸顯膚色通透感，收腰剪裁與露腿設計打破了圓潤身形的局限，搭配黑長直髮型，仙氣與鋒芒並存，被網友稱為高知甜美天花板。在 GR 的大秀上，她則以黑色娃娃領長恤疊搭超短裙，外罩同色系大衣，看似保守的全身黑被解構為3層剪裁，娃娃領減齡，短裙顯腿長，大衣強化廓形，腰間的金足球飾與尖頭高跟鞋成為點睛之筆，完美詮釋了全黑不等於沉悶。而出發米蘭時的黑色羊毛掌大衣造型，混搭連帽鉗織3語皮質半裙，墨鏡加持，盡顯都市女性的冷冽與幹練。下車時的動態抓拍，更是被網友評為氣場全開名場面。事業上，離婚後的陣妍希更是迎來了爆發式轉型。2025年，她與周柯宇合作主演的爆款劇《追擊蝴蝶》，讓她成功撕掉沈佳宜的標籤。劇中她飾演李二策展人岑琴，一個經歷婚姻背叛、重啟人生的獨立都市女性。為了貼合角色，她剪去長髮，減重8斤，素顏演繹雨夜崩潰氣氛，將女性的脆弱與堅韌刻畫入微。該劇開播即登頂平台熱度榜，首周播放量破5億，豆瓣評分從4.2億直至7.2加，被中國婦女報點名表揚，成為她離婚後重返事業巔峰的標誌性作品。
也正是因為追擊蝴蝶，鎮妍希與小19歲的周柯宇列下了深厚的友誼。兩人在劇中飾演相差19歲的李義晶應承貧困學霸，密集的雙向救贖情節奠定了這弟戀天花板的口碑。而戲外，兩人則保持着清醒又乾淨的相處模式。周柯宇始終謙虛有禮，稱呼鎮妍希為妍姐姐，常常向她請教表演技巧，而鎮妍希也毫無前輩架子，主動為周柯宇帶路，給足他表演空間，兩人互相成就，彼此尊重。